自2025年8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受训引起咒诅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撒母耳记下卷第3章第1节到3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撒母耳记下卷第3章。扫罗的家甲大卫的家交战真久，大卫若强胜，扫罗的家若衰微。大卫伫希伯伦生6个囝，大囝暗论是亚述的人阿希暖生的。第2个基利押是加密人拿巴的姨甥艾比该生的。第3个押沙龙是基述王达麦的查某囝玛迦生的。第4个阿多尼亚是哈吉生的。第5个示法提雅是阿比他生的。第6个以德念是大卫的某以吉拉生的。这个是大卫伫希伯伦所生的囝。扫罗的家甲大卫的家继续伫交战。阿尼尼伫扫罗的家掌握实权。扫罗有一个妃，名叫利斯巴，是爱亚的查某囝。伊西波设对阿尼尼讲：“你若甲我老爸的妃做伙困。”阿尼尼因为伊西波设的话就真受气，讲：“你看我做犹大家的甲我头是无？我忠实对待恁老爸扫罗的家甲伊的兄弟、伊的朋友，无将你交伫大卫的手。你今仔日竟然因为即个妇人人责备我。我若无照上主所立誓对大卫的应允来做，废除扫罗家的王位，建立大卫的王权，互伊治理以色列甲犹大，对单到别是巴，愿上帝加倍赐下我阿尼尼。”伊西波设因为惊阿尼尼，连一句话都毋敢应。阿尼尼找使者代表伊去见大卫，讲：“这个什么人伫统治？”佮讲：“你甲我立约，我要帮赞你，互全以色列拢归顺你。”大卫讲：“好，我甲你立约，毋过我有一个要求，你来见我的时，着将扫罗的查某囝米甲带来，若无一定袂当见我的面。”大卫就找使者去见扫罗的囝伊西波设，讲：“着将我的某米甲还我，伊是我用一摆非利士人的包皮做聘金带来的。”伊西波设就派人对米甲的丈夫拿伊的囝拍铁遐带米甲来。伊的丈夫缀伫伊的后面，哪行哪吼，到互巴林。阿尼尼对拍铁讲：“倒去啦！”伊就倒去。阿尼尼甲以色列的长老参详，讲：“恁早就爱大卫做王，甲恁治理。打着采取行动，因为上主有应允讲：我要用我的仆人大卫的手，救我的子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甲所有对敌的手。”阿尼尼嘛将这个话讲互便雅悯人听。后来伊去希伯伦，将以色列人甲便雅悯全家共同的决定讲互大卫听。阿尼尼带20个人来希伯伦见大卫，大卫设宴席欢迎因。阿尼尼甲大卫讲：“我要去召集全以色列来见我的主我的王，互因甲你立约，你就会当做王，照你的心愿治理全国。”大卫就送阿尼尼，互伊平安离开。迄时，大卫的兵缀约押出战倒来，带真侪战利品。阿尼尼经无伫希伯伦大卫遐，因为大卫有送伊平安离开。约押甲缀伊的全军已经到，有人甲约押讲：“
尼尼的囝阿尼尼有来见王，王嘛送伊平安离开。约押去见王讲：你若安尼做，阿尼尼来见你，你若放伊去，互伊离开。你知尼尼的囝阿尼尼来是要骗你，爱在你的动静，甲你一切所做的代志。约押对大毕遐出来，就派人去捉阿尼尼，因就对西拉的井甲伊带来，毋过大毕毋知。阿尼尼转来到希伯伦的时，约押带伊到城门内的城墙边，隔壁树下甲伊讲话，就对伊的腹肚拄落去，伊就死。这是因为伊有杀死约押的小弟亚撒黑。后来大毕听到就讲，老尼尼的囝阿尼尼会犯即个罪，甲我以及我的国无关系。阮伫上主的面前是无辜的。愿迄个罪，约押甲因老爸全家家己担，搁愿约押的家不断有人得到下消，也是麻风，有人无举拐仔袂当行路，有人互刀刣死，也是无通食。约押甲伊的小弟阿比斯刣死阿尼尼，是因为阿尼尼伫基遍甲因交战的时，刣死因的兄弟亚撒黑。大毕命令约押甲缀伊的人讲：恁着拆里衫，穿满衫，为着阿尼尼剃口。大毕王嘛缀伫棺木后面，因甲阿尼尼埋葬伫希伯伦。王换阿尼尼的墓剃口，众人嘛剃口。王为着阿尼尼唱哀歌，讲：阿尼尼哪会亲像戆人安尼死？你的手无受捆绑，你的骹无靠锁链，你竟然死伫歹人的手头。众人搁为着阿尼尼哀哭。日头还未落山以前，众人来劝大毕食饭，毋过大毕就绝讲：我若伫日落以前食饭，也是食别项物件，愿上帝甲爸责罚我。众人知影即个代志，拢感觉真好。王所做的，众人拢看做好。迄日，军队大毕的人甲所有以色列人才知，刣死尼尼的囝阿尼尼，毋是出伫王的意思。王对伊的部下讲：恁敢毋知，今仔日伫以色列中死一个伟大的将领？我虽然受抹油选入做王，毋过今仔日还无够力。西罗亚遐个囝比我较强。愿上主照歹人所做的歹报应因。受训引起咒诅。圣经的叙事将未避担人性黑暗的一面。阿尼尼无心振兴扫罗的王权，只顾沉浸点享受权力。伊甲扫罗的嫔妃同困。受伊斯波设责备，巧恼受盛怒，闹坏话，要亲眼见证扫罗王室覆灭，无一撮仔忠诚。对阿尼尼的表现，发现心怀受训的人会替上主做挡箭牌，上主的应允沦为报仇的工具。有人好名是要推动上主的事工，实际上却是用神圣的借口暗砍私欲。有人将暴行合理化，用为着上主随意做任何事，甚至泯灭良心。这款论点充满吊诡和矛盾，却常常互掠做是圣旨。因性格敌人当成魔鬼，家己
化身做上主的代言人，代替上主谴渡魔鬼，结果仇恨不断扩大，无完无了。利用上主之名暗砍见不得人的真相，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偶像崇拜。仇恨用信仰包装，总有人会买单。暗尼尼看起来袂似是为上主，实则为家己的仕途。约翰对报仇也念念不忘，尽管大笔甲暗尼尼的协议将为国家带来利益，毋过恨意伫心中蔓延，也为着巩固自身权力，不惜杀害对手。要知影人的真正意图，就看伊是安怎在指控敌人。经文叙述显明人的野心和手段。出场的人物不是奉上主之名祝福，也是咒诅，上主却无任何表示。这段空白无疑误是调奉上主之名满足自我的人，因的共同特点是对外宣称上主对我讲，其实是将家己的感觉当作是上主的启示。人性会扭曲上主的旨意，无省察，敢若凭着感觉也是家己的意思，冒用上主之名，看起来较神圣，掠家己的想法解决仇恨，结果是产生搁较侪的暴力甲对立。仇恨会拆裂肢体的连结，断绝关系。大笔的咒诅讲到仇恨使人失去甲上主的连结，甲人的关系，也无搁再有健康和把握。圣经叙述邀请咱放下仇恨，并无要求咱袂记得别人的歹，也是违背真心的描写。是莫用家己的方式报仇，仇恨的咒诅，敢若会当倚靠上主的慈爱来破除。列经文咧讲，献上上好的、甲上伟大的，互上主。当咱甲心灵交托互上主，有对上主的信心，也存有人性的有为。既有神圣光明，也有黑暗软弱。咱交予上主的，毋单单是良善敬虔的部分，连有的阿早的一面，也爱全部交予上主，将双手紧握的仇恨拍开。检采对无同的角度来看，上好的复仇是将敌人交予上主。毋是家己代替上主审判。默想，我心中有甚物款的仇恨？信仰毋是教人压抑仇恨，是提醒人爱倚靠上主的话语来面对。我心中有甚物款的仇恨？信仰毋是教人压抑仇恨，是提醒人爱倚靠上主的话语来面对。咱来祈祷，施行拯救的上主，仇恨会麻痹阮的思考，袂记得你伫阮中间掌权。仇恨会互阮受到咒诅，互苦毒吞噬。愿你赐予温慈，互我知影仇恨袂当拯救灵魂。想要用家己的欲望代替你的旨意，搁较是得袂到救赎。愿你的慈爱会当互我得到平安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